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的果的地应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淋漓快乐的雨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这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来阿罗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无论我们今天是欢笑还是流泪，是高山还是低谷，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为喜乐不是出于环境，而是出于对主的信靠。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起来，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感谢神，他是一路陪伴永不离开的神。当我们正处在信心动摇的时刻，神扶持每一颗愿意顺服他的心。有时候我们并不明白神的计划，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甘愿顺服。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顺服》来再次的对主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犹原徛伫担心来念新的诫命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正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安尼三听。你若三听，竟然要对遐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大家参加来客应，课文第36篇，我来客，恁来应。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也喙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开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百手困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假辱骂你、困倒恁、诽谤你万项的歹，着欢喜快乐，因为你伫天地的报赏是大。感谢主，这时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也是全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愿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这新的主日，咱要做伙伫遮，要吟诗乌罗来感谢你，恳求圣灵降临咱的中间，开我们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你。全能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救阮脱离罪偷放，伫你的疼内面，咱有毋望有咱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只是我要将你的话记在我咱心中，诚侪咱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咱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来医治伊，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出外出国，也求主赐因平安。遮嘛为着陈堂郎长老娘，求伊即马伫昏睡中哦，咱求主来医治伊，也为着曹庆兄的遗嘱，求主大大来回应。愿主祝福，也为着这世界各所在的战争会使平煞，甲台湾未来的政治的分了来带倒，也使咱国家的政治者也有够业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只是愿主的圣灵临到阮的中间，互你的话小等会使透过人无私的喙，互听的讲过，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只是咱要请三马团契来阿罗上帝。
即是咱来看上帝话，第一段是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诗篇第65篇第90到13节。我来读：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伊，互伊真肥。上帝予伊的水满满，你安尼备办土地，就是替人备办五角。你降压田园，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落雨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祝福。你用伊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地伫旷养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角做满来盖，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第二段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我来读：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按你的旨意。以上，即是要请连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活出喜乐无落的性命。主来所敬听的众亲兄姊，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摆看到咱，甲咱三甲伫遮敬拜上帝，咱用上帝话三甲来分享，三甲得到安慰，得到造就，咱同心来祈祷。主伫这个时，大大求你开阮的心门，透过诗歌，透过赞美。阮相信，伫天年也要安尼，天灾阴死恶乐，因为这是圣日。主值得阮全世界来纪念上帝的疼，敬拜上帝，也是安息的主日。纪念上帝极大的伟大，你的疼踮伫阮逐人伫凡敬畏你百姓的中间。主恳求你帮助阮。互你的话常常做阮挖靠信心的根源，互阮当欢喜向前来行，过得胜基督徒的生活来感谢你。同心的祈祷，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咱人伫这个世间会拄着真侪病痛、艰苦、试炼、物质艰难、挑战。甚至痛苦，伫面对安尼，咱要安怎过一个有乐乐、有欢喜、赞美上帝这款的活命？要安怎活出来这种的活命？咱毋爱活甲真水、真欢喜，咱阁爱将这款的活命甲别人三甲来分享。总是咱看伊今仔伫咱的世上。侪人敢有欢喜乐乐、感谢的生命？我相信我行伫路上，我拢真爱注意人的面。这个人伊的活命啥款？会看到哇，面安尼真忧愁、甲追求安尼。毋过会看到的人的面，伊真情应光彩。伫这世间，每一人拢在追求要安怎才有喜乐的人生。毋过真侪人拢想要得到喜乐，拢是找无喜乐。有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真趣味。一路玩到挂，这是2007年美国一个喜剧喜剧的电影。这个电影内底在描写，讲有两个人，一个是技工，有真牛修理师傅技工。一个是亿万的富翁，因两个拢伫病院伫遐来相相拄。伊就看到讲奇怪，这个技工，伊是咧写啥物？
伊就甲伊真好奇，看伊咧写啥。我讲你是咧写啥物？即个技工甲伊讲，我读大学诶时吼，我当入去诶时候，我诶教授，特学教授就甲阮讲吼，恁爱将恁一世人吼想要做诶代志，还未完成诶，恁诶愿望，你拢爱甲伊写落来，做恁一生追求诶一个目标。即两个人，医生甲因讲，因诶活命拢剩无，拢上济一年诶性命啦，定啦。所以就想哦，安尼即个技工想，我即世人要离开世间以前，我想要看，我想要做，我想要体验诶代志，毋茫拢当紧紧来甲伊实现，因为日子已经剩无介久。哇！即个亿万富翁听了呢，伊感觉即个想法袂歹。后来伊嘛甲伊诶愿望列出来，两个伫遐三角对照分享安尼。后来即两个人真趣味，因就决定讲好，安尼吼，咱来去世界旅游啦，将这个时间，互咱诶人生上尾啊，安尼充满着欢喜安尼，至少嘛过一个喜乐诶人生。所以，两个就烧招。开始去世界环游，因对印度佚佗到非洲，呾开跑车、开飞机啊，去踮安尼，去佚罗浮宫去佚佗，尾仔因就到伫埃及金字塔的即个所在。到伫金字塔时，即个技工忽然间佫想着一个足严肃的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啦吼，伊就讲埃及人呢？一直有一个传说，一直有一个传说在讲每一个人若死到伫天堂的门口呢，会互问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伫这个世间，你一世人有欢喜快乐无？真趣味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伫这个世界，你一世人有欢喜快乐无？这个富翁就想着讲。我一世人，我真有物质，真好。我有私人的飞机，我有豪宅，我有美食，哇，食甲享受甲真饱。但是，我有快乐无？伊感觉讲，虽然是安尼，毋过我无快乐。这种的人生，有互人欣赏无？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伫世间，伫这个世界，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无？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快乐，一个有帮助别人得到快乐无？哇！这个头家就足受气的，伊就讲：我是一间公司的大头家，毋过伊，互人的印象就是对人真刻薄。伊从来毋知影要安怎帮助别人来得到快乐，伊家己离婚失败，为了一个查某囝也无爱甲伊往来，伊毋知要安怎样对帮助别人来得到快乐，所以活甲真孤单。这两个问题在讲什么？真趣味，在提醒人，这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你人生爱完成的名单？伫这个故事的最后，戏剧的最后，技工来过身，这个富翁就怀念伊这个朋友。伫遐戏剧电影咧描写，讲着将伊的骨灰带到圣母峰的顶面，要来互伊朋友看这个山顶的美景。这个富翁呢？亿万的富翁也甲因最后甲因查某囝搁再和好，过正常家庭的生活，伊活到81岁。这个电影互咱来思考，到底人活伫这个世界，要安怎样追求快乐的人生？这个拢是人伫世间咱咧敲找的答案。美国上会晓投资，咱拢知影，这个巴菲特，哇，伊真够投资的人啊，伊伫伊自传内底、传记内底安尼写，
伊提起着员工拢真爱甲伊做伙生活工作，为虾米？因为伊真够学了别人，逗别人快乐，真够学了别人。其实，若看巴菲特伊人生，伊以前毋是活泼，嘛毋是快乐的人。伊是真内向，凡事求求，足惊歹势，无法度伫公众的面前，伫遐侃侃而谈，好像发表伊的言论，也是甲人有真好、真自在的互动。伊是一个足退缩、足久的人，总是伫20几岁参加迄个卡内基训练，伫遐训练，互伊对即种的个性开始来转变，成做一个真有信心、有勇敢、有好胆即款积极人生观的人。后来成做一个真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巴菲特伫个公开信内底安尼讲，伊最近伊安尼讲，用伊的坚守2006年伊所做所讲的承诺承诺，就是讲，当伊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伊要将家己的财富0.05%留予后代的子女，其他99.5%捐予慈善的基金会。伊真知影安怎样得到活命的快乐。一个人是毋是有喜乐无？其实甲伊心内安怎想、安怎做、安怎判断，有真大的关系。咱嘛捌听到真正安尼讲，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爱对家己较好的。伊就是咧甲人讲啥物？讲你着爱活在当下。你想要爱做啥物，你着去做，管伊遐济，欢喜就好。敢真正安尼？有足侪代志是匆忙一时，欢喜做落去了后，哇，后悔真济，敢毋是？安尼到底人生怎样来得到喜乐？回到最基本、上界基本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你将什么列做你活命中上重要的，迄个要决定你有喜乐啊无？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迄个上重要的决定了后，你就去做去行，这个要决定伊的人生是喜乐还是痛苦。用真济例来讲，咱看见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紧张，所以真济人伫休困的时要找足济休闲的活动，敢毋是？讲球、拍球、行路、骑车、爬山，真济的活动。哪有时假日想要去山顶，哇，拢人；想要去海边，拢人。带着欢喜的心，规台车踏伫路中，找无停车位，气死老命，去冤家相拍。安尼敢会真正带来喜乐？敢有真正休困的时，互伊感受到真正安然心灵的休困？咱嘛看见有的人真爱算命，透过命理占卜、风水、解运，才会甚至互咱骗伊嘛欢喜。就我伫台东生活8年，台东的管委会，逐年拢有2、3个议员伫遐来过身，因着伫遐想无，后来讲迄火葬场伫咱的这面，伫遐无500公尺，咱咧逐个转向，安尼才会使，无安尼逐年拢足危险的。真正打起好的大门，搁改掉、拆掉，搁换另外一边，敢有影较好？逐年嘛是安尼，为虾米？因为议员的生活，日时暗时，毋知啥物事，暗时当作日时，日时当作暗时，毋知影，交际应酬，当然身体骨力嘛拍歹去。咱嘛看见有的人真爱参加减压课程，
一阵仔真流行，用个芳香精油，还是做课程要互你使用。一时互人真正的心花怒放心门真开呢。毋过做开济做钱，伫遐做参加遮坐禅冥想，也是讲减压减压的课程，了敢有互人真正来减压，也是真正得到头绑。常常伫遐用真侪钱，伫遮来了后，心内嘛是空虚，敢毋是？咱嘛看去医学美容，最近这几年非常的兴起，特别韩国，大家拢要走去韩国伫遐来医学美容来整容，用真侪的钱，总是煞互病院做护理人员一直欠到即马拢一直在。那病床都无够人，无够护理人员，所以就要收起来。一直收，一直收，连我即马伫和信，因拜托我去遐关怀、安宁、缓和遮个人、遮个病人，嘛一直收，本来会当10床，毋过嘛是只有6床、5床，因为根本就无够个护理人员，拢走去倒，可能走去一寡药局拢爱人，屈臣氏嘛应该嘛拢爱人，去医学美容搁较爱去，因为伫遐。无医疗纠纷，搁较好趁。但真正美容了后，互人带来青春，家己会较欢喜嘛？姜有安尼真正得到满足嘛？其实哄骗的嘛一堆。咱知影最近无偌久，伫遐医学美容拍迄个美乃真，哇，煞名煞无去。哇，真侪人伫世间咧操作，要安怎来得到喜乐快乐的生活？有人受人邀请参加高级宴会，食了后转来，也是讲伫迄当中进去厕所创啥物，紧甲吐咧，惊食了伤寒冷，也是讲食了无好，伤对心血管无好，毋过安尼做了后对身体颠倒爽。有一位姊妹，因为定安尼到后来心脏病真少年，就伫遐来离开世间。拢互人真想袂了到底是要安怎？有人想着为了要搁得到搁较侪财富，受到诈骗的诱拐，紧的投资会当趁偌济，利是偌济，哇，受真济欺骗，最后连伊所有的嘛变做乌有，也有人安尼，因为安尼来自尽，非常的可怜。我顶礼拜一礼拜中间，一日4、5通，逐日嘞，我足气，还0九72的0905、0906的0919，我奇怪，这个人是安怎？规日你要借钱无好安怎？其实是要爱咱的个资你若甲伊讲好，我甲你讲，你就会当，伊就会，咱就害敢毋是？我家己阿姐伫顶礼拜，搁前一个礼拜，差1点就伊的所有存款拢骗了了。家在上帝恩典，我妹妹入去讲奇怪，阮姐姐哪会敲电话拢袂人接，紧开门入去，阮姐姐哪会伫遐咧讲话，伫遐咧阿姨听着伊讲话，已经讲足久啊，伊就紧甲诈骗，哎呦，阮姐姐惊着，哎呦，差1点紧来紧去银行支付。我顶礼拜骂声规日若疲劳轰炸咧，若战斗，若轰炸机来早起中昼暗时8点外敲来，所以我足气的讲，莫去敲，电话来就切，煞去切到后场落去。对，足歹势，伊想讲无说发生啥物代志，佮到淡水听我，佮到淡水要找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这个时，我系囡仔讲爸爸。这个代志你是安怎？咱找到我的囝伫斗南伫遐做团队当然嘛是搁一个故事。敲电话讲，爸爸你是安怎是？我就甲伊讲我最近才来个后头敲我害咯。去已经规个心情差甲规礼拜差甲我拢袂好势，这个代志，所以我讲莫去敲。伫遮个后场落话是咧。
这就是一个咱的人生的中间，安尼生活的中间，伫遮的到底人活是啥物？当然，有的人毋是安尼，有的人是互骗甲真可怜。总是伫咱的生活中有遮尔多，咱拢着爱真正倒转来，常常伫上帝内面来思考。咱有用无停用毋对的方式伫敲找迄个快乐啊无？若是用毋对的方式伫敲找迄个喜乐，喜乐哪有可能会来？有时颠倒诚做咱生活中一种的重担。咱有去注意，咱来看咱，我有去甲伊查。伫咱台湾人其实心灵非常的空虚。对2003年到2010年这中间，每年自杀拢超过4000个人，真恐怖。一年365日，超过4000个人。伫03年到10年这中间，你2010年了后，才降落来3960、3800几，拢伫遮咧徘徊。毋过，到伫去年113年，搁再进入台湾10大死因，就是讲超过4000个人已经搁变以前共款迄个4000个人，一款恐怖的自杀率。12年是3898，当是去年来讲，比前年加164人，所以已经是超过4000个人，搁突破安尼。这项咧甲咱讲啥物？咱的人生中间，侪人失去生活的愿望，失去快乐，毋知影真正喜乐到底是啥物？安怎找拢无，会使讲现代人的心灵比过去任何时代搁较尔痛苦。咱来看圣经安怎讲，上帝话安怎甲咱讲？上帝从来无叫咱讲，你会当靠外在的方式去追求食穿饮用、吃喝玩乐、生活享受，做咱喜乐的来源，敢毋是？圣经咱的主拢无安尼甲咱讲，因为咱的心若过头追求伫遮外在的物件，颠倒互咱失去迄个看不见永恒的价值，看袂见迄个永远的价值。所以，一个人上重要就是内心的生命是毋是对着对上帝来得到喜乐甲满足。若是要靠外在的物，只有带予人有限的快乐。所以腓立比4章40讲，恁着爱常常靠主来喜乐，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主要说伫咱祈祷文逐礼拜，也是讲咱常常在念祈祷文中间，主要说安怎讲？阮的日子互阮，咱会求上帝讲，咱的日子互咱。咱的日子，互咱伫今仔日到夜，为什么耶稣要安尼甲咱，叫咱着安尼祈祷？因为主耶稣知影人真正的生命所需要的是啥物。耶稣无爱咱一世人过头浪费咱的性命，干那向追求遐个外在食穿饮用的物件。所以一日到夜，一日就好。人若过头伫遮，安尼伊对上帝国迄种仁爱、怜悯、公义、疼痛、和乐、感恩等等，才会对上帝所来真好。生命特质一定会渐渐来失去，尾来失去甲上帝真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伊的心就是伫外在，伫遮的物件顶面。安尼伊就，咱试想看觅，一个人若一直要怎样趁钱经营事业，伊对家庭、伊对疼、伊对怜悯、宽容、慈悲，真容易会愈来愈淡薄。
甚至到尾就会无去。安尼，迄个损失就非常的大。约翰一书2章15节到16节，一再咧强调，人若听这世间甲世间的物，就白听无点伫伊。这是爱真正遮尼互咱注意的所在。肉体私欲、目睭的私欲，拢毋是对上帝所来，是对世间所来，袂当互人带来长久的喜乐、久长的喜乐。伫人生中，竟毋是安尼。咱今日所要看诗篇65篇第9节到13节这段，互人称作田园诗。田园修行，亲像农夫修行这种真水的田园诗。这段咧讲起对伫上帝所听，因的人生亲像这段诗，会当家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就是第9节到第10节的描写，讲伫上帝看顾下面，咱的就无然圣经这个经节，咱会当家看今仔日伫遮诗篇65篇遮。第一部分9节到10节的描写，搁伫上帝看顾的下面，伊赏赐雨水，互土地真软真肥，万米会通来得到成长。伊要讲起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也是安尼在陪伴，最后要互因得到上帝的祝福。第二部分10节到第13节。对10节开始，讲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滴伫旷野的草坡。这2节咧讲起描写上帝的温柔，我们常说恩膏，上帝恩典的油满满，伊丰盛的恩典疼痛。要永远伫敬畏伊的人的顶面，伫因的心上来显明。那亲像伊所行过的路径，拢有恩典的油，芳芳满满，丰盛来予伊。敬畏上帝的人，人生所行过的路，拢知下自由。伊的路径拢知下自由，在描写啥物？咱会通来想象。地下自由，亲像一个丰收的马车，还是讲牛车？咱台湾人讲牛车，还是因是马车？亲像迄个马车载满满田园五谷所丰收的这物件，菜色贴甲甜甜甜，一面行一面落，因为太满太丰收，所以一面行，顶面的物件大会落落来，安尼。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表示人生真丰富、丰盛、丰盛到自由迄个丰富安尼落落去。五谷菜色的马车在行路，等下在行路，伊落落来伫所行过的路径。一个基督徒听上帝人，你所做的，上帝要安尼甲你祝福，你行过路径，亲像丰富满满。都地下自由，这款的生命值得咱来感谢上帝。这款的生命，互人才会当真正得着迄个喜乐。诗篇133篇第2节，讲亲像迄个倒伫阿伦摩西阿兄阿伦头壳顶的温柔，伫遐滴落来，滴落去到伊的喙手，到伫个衫句尾共款。丰富，咱会当来想象这款的情景。接续伊讲，若滴伫旷野的草坡顶，过来到伫旷野草坡整个山头拢是安尼。13节讲，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
丰富丰盛的恩惠，那所行过的路径，甚至规个山谷拢遍满山遍野，满满的羊群，亲像甲山迄个穿一领衫，盖满整个的山坡。山谷中满山遍野的五谷或丰收，亲像满地啊所看的真水，显出一片美丽丰收的景色。咱若去甲庄稼看你迄田林，特别稻啊要丰收的时，种黄金色，哇！画家上爱即款的景色，会当伫安尼作画，互伊有足侪灵感。亲像安尼，伫遮来得到上帝恩典的祝福，因拢出声欢喜，而乐来吟诗。即款的境地，即款的生命，感受到足欢喜。另外，在咱的生命中间，也有去感受到上帝即款的疼痛伫你活命中间。甚至到你讲主啊，我实在无替你做啥物，但是你若互我遮济恩典甲疼，我实在袂堪得的事，你就会通感受到即首田园诗伊在描写诗人在描写的情景，因拢欢喜出声而乐来吟诗。所以这首诗就是咧讲起，上帝要赏赐伊丰盛的恩典，互遐个囡仔敬畏听上帝人，全一生的免流。因的后代，因所做，因所行过的，上帝拢要纪念，拢要看顾。因要经历上帝的慈悲仁爱，满满到有春，拢要欢欢喜喜。所以出来记20章第6节安尼讲。上帝讲：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给他，直到千代。上帝赐福到底永永远远，这是何等大的喜乐！那基督徒人生的喜乐就是伫遮，毋是迄个咱看会到，迄个真短，也是讲真紧就过去，迄种暂时的快乐。所以伫遮用另外一位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咧甲咱讲，咱当心来读，得常常喜乐，无天祈祷，凡事感谢。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的旨意，真好的话，得常常喜乐。基督徒得常常踮伫主来喜乐。说实我若掠今仔日的世间，好就好，歹就无喜乐，歹就艰苦的事，你永远就是伫遐咧吃薄饼，安尼就是无踮伫主来喜乐。咱袂通掠今世的物件做快乐、做满足的标准，是拄着欢喜就欢喜，拄着艰苦心就伫遐艰苦、忧闷、闷闷不乐。安尼咱的心永远无法度真正有平安甲欢喜通讲。保罗伫罗马的教学内底写批腓立比教会一再强调，恁着爱靠主来喜乐，要靠主喜乐。就是讲，不管得时不得时，咱拢爱踮伫主来喜乐，去感受主同在迄种的快乐、帮赞、倚靠甲信心的事，咱要得到伊，互咱心灵的平安甲满足。第二，甲咱讲爱不住的祷告，爱祈祷无煞，这是咱得到喜乐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会当常常将咱的生活重担、将咱的困难、将咱的艰苦对主来吐露。我囡仔时，拢甲我讲，外妈因带做伙，
常常暗时啊，我的外公外嬷因着祈祷，祈祷了就伫遐唱圣诗。到即阵，即别个图面还阁伫我的脑海内面。阮爸爸因拢无信，甚至反对阮去教会，会甲阮讲倒来。毋过阮外公外嬷甲阮讲，你著是爱去。8点到，主日要开始啊，紧去。伫祈祷了，因拢会唱歌，感谢上帝。咱真济是对祈祷的中间去体会上帝互咱的开展。所以咱常常讲，祈祷就是咱的呼吸，咱的呼吸。祈祷就是咱经历上帝作为真要紧的一个体会。无论你是为工作、为婚姻、为家庭、为你教会，咱常常伫上帝无停的祈祷，伊所代表就是咱无停的仰望上帝，甲伊有好的连结。就安尼，咱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拢会当得到上帝赐福。一个真重要的管道，就是你爱无停的祈祷。另外，囡仔伫今年2023年，伫遐结婚的时阵，伫个婚礼顶面，我就甲因讲，毋好要记得，今仔咱所有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确实是安尼。我的新妇嘛是对上帝祈祷来，囡仔会当继续做团队的工作，嘛是对上帝祈祷来。我讲上帝，你若互我第三个是查甫的，我就要奉献互你，因为我已经要有3个足明确的。伫第2个2个女儿入会了后，我讲主啊，但是若查某的。主甲主讲主啊，做爸母体谅查某囝的辛苦，无我就无哦。啊，若是查甫，我就献互你。我拢无爱甲伊讲即件代志。到伫神理研究所第1年了，讲爸爸，我要读新人医。哇，经过27、8年了后，我拢无爱甲伊讲即件代志。竟然上帝嘛无要记得，我才甲伊讲，你还未出世，我就安尼祈祷。我伫马街，阮有真侪同事足够唱歌，其中有一位足够的，伊会写足水。我想伫总会陈玉元牧师的负责人牧师娘写真水。我讲上帝啊，我的囡仔拢有学音乐呢，你拢理互我的呢。啊，毋过我若会当有一位会当声乐。啊，敢毋是足好诶，会当学落你。啊，但是我知影足难诶啊，因为基督徒要搁学声乐足困难。几啊年了，我去公立堂牧会，伫4年到我2019去，遐4年，2023教会离开，哇！竟然会指挥啊，就甲我囡仔2个意爱开始打打，我拢毋知，后来我才知，伊就是北医大咧。以声乐系，哦，上帝实在是足够。等我开始要出来工作，我讲主啊，你，因为我高中的时阵想要读神学，我讲主啊，你若无我钱，我要安怎样读？我哪有钱通好注册？啊，考，到伫申报，伫遐2年半，想讲安尼久无读册啊，算了啦，我就莫读啊。我做教会，好啊，尽心侍奉着，啊，无拍算，车好，我拢无安怎，差一点仔喙炎样，当时我无安怎。哦，足侪人生的故事，当我咧分享这段4篇65篇的诗，哦，足侪的体会。上帝，我真好的感动感受。我常常爱讲我亲像一个规身躯拢落过满的囡仔，当时上帝甲我洗，佮互我衫通好穿。今仔日真好，真感谢伊。哦，足侪的感谢。查某囝拢是我去
对台东来淡水，就伫遐大查某囝，甲我的囝婿，因大生着中伫遐熟识，囝婿无论是音乐方面，也是侍奉方面，拢得到教会人的学乐，当然伊真虔诚，感谢主。真正会当安尼哦，足感谢的，会当伊徛伫一个脑神经外科的医生，会当来帮助咱。所以甘愿去到庄脚，去到婚姻，也已经9年啊，来帮助庄脚的人。伊讲爸爸，我若当用健保，毋免互因自费，我一定用健保。伊体贴艰苦的人，我感谢上帝。第二查某囝讲，我伊歹嫁。我想讲好，你靠音乐有这个体分好，爸爸嘛会当甲你做唱，我着用我伫个马街的退休金，哇，甲牧师娘的劳保，拢总互伊，阮姐姐佫帮衬我，互伊去美国读4年，转来当侍奉感谢上帝。第三就是我甲咱分享见证这个囡仔。我常常在想象阮兜一种困苦的家庭，阮爸爸安尼。家庭内面，我有今仔日，迄是拢上帝怜悯，感谢上帝。凡事敬畏，倚靠上帝，上帝甲咱三合二地。咱行路，咱做工课，我慢慢一面做工课，一面在哭，伫咧做工课，因为迄射出模型太烫了，出来3000度，啥物人挡会掉？伫个硫酸亚。毋是硫酸，伫咧台铝总是这已经过去啊，足辛苦的，规个手安尼烫甲。伫中间一个高中囡仔出来做工课，你想迄款的上帝抹的嘛真深，一面做一面唱歌，对细汉主日我着学晓唱歌，常常独唱。老师就讲来叫我起来独唱，我着甲唱，背金句我拢第1名，歹势啊。迄就是囡仔的欢喜，因为伫教会内底看到，才能看到自己。伫阮兜无法度，因为我爸爸食酒转来，门就是用站的。我阁会当带着阮夫人啊，就是淡江中学校长的女儿。你看上帝有偌疼我哦，我万死不辞，感谢上帝，一生就是感谢上帝，才有今仔日。所以。轻轻在想，上帝讲听我、受我改名的时阵，互伊到前台。当我伫马街的时，阮一个同事叫郑思云，伫重病，未结婚就一个小姐。有一天我要去甲伊安慰，替伊祈祷。我伫病房拄好一个病扫的环卫人员送入来，伫遐甲伊倒遐垃圾桶的物件。这个姊妹讲阿桑哦，你好哦，平安哦。我伫遐看了真感动，讲一个重病已经毋知影，佫剩几日嘞。一个原住民的姊妹，哪会遮尔好？等于离开讲，思云啊，你逐日拢遮欢喜呢哦，拢安尼看到阿桑，你都甲伊讲阿桑你好，足甜的。我讲思云，你敢无艰苦的事吗？你敢无心情足歹的事啊？伊讲牧师有啊，讲你怎么处理？伊讲我着到上帝面前，我着哭哭的啊！我讲上帝啊，你是创造我的上帝啊！我着哭哭的，哭完我就好了啊！因同时，我足感动，足大的感动。伊讲伊哭哭的，伊就会当伫上帝面前将伊家己交托予伊，无偌久，伊就伫遐离开。总是伊的心真满足的平安，真欢喜，真正的平静。用学乐甲感谢，转去到上帝的家。咱的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保罗先生安尼甲咱讲，第3就凡事感谢。我拢袂记字 PPT 去啊。第3就是凡事感谢。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常常对上帝的感谢，要互咱的日子得到祝福。
所以常常咱就为着遐个帮助咱过去的朋友、师生，或者是父母献上感恩，因为因是伫咱生命中带予咱恩惠的人。为着咱今仔日所有一切，就来感谢上帝。为着你的家庭，带你的囡仔，常常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会当建立坚固因的信心、因的信仰。愈伫困难中间对上帝愈会晓感谢的人，愈要经历上帝疼到满满，甲上帝建立真水的关系。我就先讲，这是上帝点伫耶稣基督内面对咱的旨意。所以凡事会晓感谢，是一件真水的代志。真侪时阵，一直伫平安顺境的中间，有时阵咧，互咱忽略对上帝的感谢。有人讲啊，我来拄着遐大的重担困难。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重大困难，有时嘛是帮助咱愈亲近上帝的时阵。愈挑战的中间，互咱愈倚靠上帝的关联。腓立比4章60讲，一概无你看如独独凡事定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爱对上帝来摆列。感谢上帝，互咱有较深伫内面的体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到18这3项，要帮助咱活出真正喜乐和乐的生命。三脚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的一生就好好来算来笑，主你的疼痛讲袂尽。阮独一知影，愈伫你内面，阮要愈有平安。阮的心愈倾向伫世界，阮的心就要对世界浮浮沉沉，无真正的喜乐甲平安。主啊，帮助阮坚固阮的心伫你内面，用生命去体会上帝的同在，常常伫你面前结连伫耶稣基督内面，要互阮得到真正的平安。愿你的祝福甲阮三合对地，也互阮无袂记日伫你内面。伊要有温柔对上帝所来的温柔，丰盛到存。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这是请大家三脚来吟诗，应答上帝话。信诗第611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时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请起立来应奉献诗。这是咱三甲来吟诗信息第398首，吟诗后请连牧师来替咱来祝祷。就常常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是上帝咱的旨意。愿咱大家得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诚信的相通，甲咱三甲地的，对一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仔的报告，主日侍奉者请准备心。奉献报告，请大家参考吼，家己参考。若是有处理会使请，会使我，还是会计来反映。再来看消息报告吼。首先，咱
遮头前吼有美女姐的儿子吼，伊归美国转来吼，许立志兄吼，请大起立一下吼。啊边啊是美女姐孙子甲孙女吼，拢帅哥美女啊。啊，小等下住的以后吼，咱会使甲伊三角来沟通。啊，过来看消息报告部分哦，我重点来读哦。第二点是今日礼拜吼，要庆祝父亲节吼，啊，教会有准备小礼物哦，要送互父亲吼。咱即马会使请爸爸吼，拢会使徛开哦。啊，青年团契伊会分小礼物互您哦。啊，摕到就拿到就可以坐下来哦，这样才可以知道谁还没有拿到。请爸爸吼，免客气哦，会使徛起来吼。他拿到以后，请您坐下来哦。请爸爸拿到以后，就可以请坐哈。这边哦，祝爸爸们哦，劳苦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哈。我拿，OK，OK， 好，好，第三点哦，本日自的以后吼，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吼，请中职老部来参加。第四点哦，就是曹庆兄哦，本会曹庆兄7月27号暗时哦安息主怀吼，咱要定伫8月初8拜五上午7点10分，伫二滨要举行入殓的礼拜吼。啊，伫中昼12点半吼，中昼12点半，伫本教会吼要举行追思告别礼拜，之后就要安葬于平安园哦。这部分请为着家属吼来代祷。啊，才有一点要甲恁报告是讲，因为即马要统计这安葬在平安园的车辆吼，所以讲有要去的人哦，会使伫后壁公布栏吼，要有两张表啦，一个是自行前往哦，自行开车前往的一张表吼，啊有一个是要坐车的一张表吼，请大家吼，若是讲要到平安园的人吼，会使伫后壁做填写，安尼家属才能够来做统计哦。第五点是8月初10吼，咱要邀请卢俊义牧师来做2场的培灵会吼。那第一场是10点哦，10点开始，啊，中午咱休困超过到10分钟以后，咱11点10分吼，要预计要第2场的培灵会，啊，请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参加吼。啊，过来看第6点吼，8月17号吼，咱8月份吼足丰富的吼，咱8月17号礼拜吼，咱下晡1点半吼，在松花区民活动中心要举行咱的趣味运动会哦，啊，欢迎大家邀请朋友来参加哦。啊，因为要投保意外险啊，甲准备点心哦，所以请大家吼，今日以前吼。进前爱伫后壁的公布栏哦，填写报名表哦。因为要保险啊，甲准备哦，所以才爱时间来办理。所以讲，今日是上后一天哦，请大家务必哦，要参加的人务必爱填写报名哦。啊，以上。啊，即时吼，咱来看具体交通甲代祷的事项哦。顶头这是为着身体欠满的兄弟啊，甲代祷，甲伊的亲人来代祷。啊，第二是为着两个家吼，一个是新颖啊新闻啊，江女啊思达甲思文啊，佮有王文章甲玉玲的身心灵壮健来代祷吼。啊，这嘛要为着陈唐良
长老娘哦，伊脑出血，即马伫昏睡中，阁有朝庆兄的遗族代祷，为着8月8号的安息礼拜吼，会使援助救护，阁有彩云姐吼，伊的彩云姐嘛继续替伊祈祷，阁有一个就是为着社区班的秀英姐吼，伊即马中风啊，即马伫复健吼，嘛爱大家来迫切吼，甲祈祷吼。只是大家为着遮个部分吼，大家起立来替因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阮的软弱，阮每一个人伫世间的有限。当阮拄着艰苦、忧伤、流目屎的事，阮只有你来祈祷。阮相信主上帝，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有相同的心，你无看见。主啊，阮毋甘伫阮教会所敬听的条庆兄弟离开阮去，教会失去一个阮所听的兄弟，留落真多，甲阮大人伫互动中间甜蜜的回忆，但是已经行完伊人生的路站，安然倒转去上帝遐，甲主相较济道。主啊，特别邀请兄弟家属，每一个人的忧伤、艰苦心、流目屎，主求你刺激因心内的痛痛，知影当阮行完人生的路站，袂诚侪天顶、上顶上对会朽坏的肉体，诚侪袂朽坏的灵体，就要伫遐有亲人的相见。主阮拢存着信，也互伊的家属遗族也存着信，将来伫上帝遐袂有甲伊相见的欢喜。因为安尼，亲像主你讲，伊毋是死，伊是困去，困去就搁醒的死。伫你遐，信主的伫你内面，外靠上帝的确无一个失落。求你将痛苦目屎切去，忧伤的心褪去，我平安上帝的听，伫条件兄弟的遗族顶面，互因教业的心伫你内面继续跑走头前的路。主啊，阮也将单张老娘伫病院也搁伫治疗中。主啊，伊需要你的灵，互伊灵魂精英起来，肉体身心勇健起来，互伊有
所请是，伫你内面用你极端的温柔的圣手来安慰伊，牵伊的手起来，伫病院内底有好的恢复。主上帝求你纪念这款的艰苦，伊所受的艰苦，将这个体去换喜乐、平安，享受伊。主啊，恳求你纪念伊所受的劳苦，也保守，恳求主你的怜悯，互单张老娘紧紧恢复，生命重新的欢喜。愿主上帝你奇妙的行做，伫伊顶面施恩予伊。愿要出伫神讲阿门。一切所求的，伫你面前要得成。主啊，阮也着要为彩云姐身体欠安来祈祷。主你看顾保守伊9年来肉体心神的软弱，愿你的平安甲伊同在。愿你的神扶持伊行头前的路。你甲阮讲，你若有信，就是对这座山刷到海边，伊也要安尼行。主的心要得救，这是主你对阮所讲的话。愿你的平安赏赐予伊，甲伊三脚通行，无会过头受到身体艰苦来拖磨。主你平安甲伊伫地。阮也要为着秀英姐三体祈祷，中风了后的复健，这是一段真长的过程，一步搁一步。主你互伊骹步在我，直到完全。愿你的心来听，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的声。愿上帝奇妙的行做，来成就这一切。愿特别也求你看顾林牧师，甲伊同在。主啊，你知，伊是你的老婆，愿你坚固伊，甲伊伫地，用你美好的引带赏赐看顾伊，互用丰富稳定的免流，才做伊赏赐予伊。所行过的路径，拢有有得地。愿一切乐乐欢喜感谢归伫上帝，愿你平安归伫伊。伫你面前，愿再去为这个兄弟姊妹为你牧师祈祷。愿上次也搁有最辛苦病痛的人，主求你纪念，甲因拢同在。特别愿感谢你，也为着所有爸爸来祈祷父亲节，上帝施恩看顾，我们每一个做爸爸的家庭，真做信仰的调教，来带整个的家庭归用伫你。愿上帝施恩看顾，愿迄就一切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坐。今日礼拜以后嘛有小组吼，请大家老婆啊，即马请泽博执事哦，先替咱来做导读。我们这礼拜的进度15章到21章的内容，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是讲到那个就是先讲到扫罗，他就是没有按照先知撒母耳的意思来执行这个就是打胜仗后要把全部的那个战利品还有所有人都杀光，哦，包括牲畜人哦。那扫罗他就违背这个命令，所以就是上帝就告诉扫罗说，他决定要这个另外高立一位新的国王。那之后就是讲到这段故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撒母耳去寻找就是高大卫做王的这个过程。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扫罗因为神的灵离开他，所以他就常常就会有一些精神上的那个，有一些圣经说是邪灵哦，从神那边过来，骚扰他。那所以他就变成说，需要大卫在他身边弹琴。哦，那个时候扫罗还蛮喜欢大卫的。那接下来就是大卫，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卫那个打败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那然后这边是要我对扫罗这个心境的转换比较有注意到，觉得扫罗在大卫打败这个歌利亚之后，回到营上的时候，他还蛮高兴的。那但是他要从这个营这个战地那个班师回朝，回到那个吉甲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百姓那个欢呼说：“大卫就是那个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时候扫罗他就不高兴了哈，就是那个嫉妒的心哦，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对大卫就开始有一些不高兴。那然后之后就是想办法要那个把大卫那个就是那个要让他死于意外啊这样子，有想出很多诡计这样子。那但是大卫是有神同在的人，就一次一次都完成扫罗的交代的使命，而且那个圣经记载，大卫他有神的灵同在，所以他做什么事都凡事都非常的亨通，然后百姓也喜欢他。那这边我自己有看到，其实大卫跟扫罗在早期被神拣选的时候，他们其实蛮相近的，就是说都是一个很谦卑的心，然后就是神的灵同在，做事也很那个真的是有神的灵同在，他不管是去打仗或做什么事都可以非常的成功。那但是扫罗这边他就是因为那个他害怕人的想法，然后他自己就顺从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恐惧，然后又自己有一些虚荣心，他就顺从这样自己的血气，然后以至于他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跟错误的行动。那另外我这边又有注意到他那个因为扫罗的故事里这一段，我们今天的进度里面讲到扫罗他就是有2次他是那个跟着先知在一起，跟先知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那个受感说话。那第2次的时候，就是他要去追杀大卫，也因为受感说话，就打消这个追杀的念头。那所以就说我是那个去综合那个别的地方的，我觉得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应该是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人记载扫罗被圣灵充满，那所以像我们之前读的那个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就说彼得啊然后司提反啊保罗被圣灵充满，其实不是只有自己知道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其实别人其实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那然后再来就说扫罗之后就是扫罗跟对不起那个约拿单的部分就是约拿单也帮助大卫，那然后就是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那就好，那
这边就是跟今天的讲道也是有关系，就是说那个我就是你常常以神为中心，然后忘掉自己，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那你那个喜乐的心就是可以那个盖掉你很多的挫折就像我们就从扫罗的身上就学到了教训那也从大卫身上看到那个榜样这样子。好，那以上分享，谢谢。这是避讳吼，咱来行平安礼吼，咱会使向头前后边仔的向兄弟姐妹来请安。大家也可以跟那个励志兄来做个交通